我發現原來好多人都仲未知你 like 人哋 story 其實係性暗示嚟嘅。咁你 like 得就梗係想同佢做愛啦。咁其實我哋唔好玩咁激啦，打 K 輪啦，好唔好啊？就用呢張相睇下幾多人想同我打 K 輪。One day later。我不打了。教學環節，打開個 story 啦，揀呢個心心，有咁大拉咁大，即係成個 mon， 咁鎖定圖層，揀張相，複製，入翻 story， 按打字，貼相，拉翻上去，加翻啱啱張相，有咁大拉咁大，即係要成個 mon， 再取消翻中間張相，完成打字鋪得，就係咁樣可以逼人心心嘅啲 story。呢啲就綠魔慢慢 cap 啦。